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荣誉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开始。 啥人会当了解？佚佗人的悲哀。我有满目的目屎，不敢为你哭出来。阮的心肝啦，痛苦啥人知？夜梦见故乡，草地故厝内，我的阿母在叫阮，叫阮早日倒转来。 哎呦，两个哦，三个啦。一个对着需要真打拼，一个永存有一有名声。我较拍拼。两个拢心真心对待阮，阮讲好对第二个拢分哦。予阮心内受着真矛盾，应该怎样心肝乱纷纷？免乱啦，经我就对了。经你吗？啊，经这火声较大的就对了。 心内心思也是无人知。嘿，浩浩，双手给我们哦！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 有时阵想要诉出满腹的悲哀，哪一日都该是阮不应该。如今想挽回，啥人肯谅解？心爱你若有了解，请你着忍耐。 男性不是无目屎，只心甲流出来。哪一天都该是阮不应该。如今想挽回，啥人肯谅解？心爱你若有了解，请你着忍耐。 男性不是无目屎，只心甲流出来。耶嘿！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一起棒！各位现场所有
亲爱的贵宾、嘉宾朋友、先生、女士们、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大家下午好！所有的阿公阿嬷、阿兄阿哥、阿姐阿弟阿妹、九七公四金宝五阿姐六阿姨，大家下晡好！哦，所有的大姨妈、小姑妈、七姨婆、老姑丈，大家好不好？啊阿伯，我嘛有我就要继续讲无？我若继续讲，就各位大伯讲，土地公哪都大伯公。讲，关你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欢喜南山歌，今天是我们的第7集了，对我们全场现场还是满的，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当然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团体了哈。呀，我们非常的欢迎呢，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们的这个 uniform 哈，非常的耀眼夺目，非常的好看的一个颜色。Let's welcome from Pongo West AAC， 举手！欢迎！呀，很活跃的所有活跃乐活跃乐龄小组的朋友，谢谢你们。领导是哪一位？你们的 leader 是哪一位？这里。哇，leader！领导兼领班兼代位。嗨，还有辛苦了。还有我们 Pongo Oceanus RC 的乐龄朋友 ，Oceanus 的朋友。 Hello， 欢迎！哇，今天嘛是哇真多嘞，上少80个应该有啊。有啊还有来自我们新加坡全岛四面八方所有的朋友。还有我们谢谢大家脸书跟 WeChat 的朋友，你们在线上观赏也欢迎你们。谢谢你们好。当然呢，我们现场的朋友、线上的朋友，可以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哦，到我们华祖文化中心的粉丝专页哦。是，那今天呢已经来到我们第7集的节目对，哦。那有每一集我们都有主题。哦，这一集的主题是今天的主题是心头先我能唱的歌就知影啊，你唱的是什么歌名？啥人会了解？啥人到底是什么人会了解呢？我心思啥人知？我也是心内事姑娘无人知，心内心事无人知。所以我们为什么唱这些歌呢？为什么？就是心里的事，心里的话，心里有什么话要讲出来呢？难道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对，心内的事，心内的话，要跟大家讲。哇，我从小到大心里就只有一句话，希望我能长高一点。哇，这句话就是我细汉到我中年的时候出门啊，隆重人叫我伟囝。啊，对。伟囝。哇，自从50岁以后就比较少了，因为比较年长呀，而且观众啊、听众啊，都比较 respect 一点。所以比较接受了。讲叫你伟囝，后摆你就讲伊啊，你的囝伟啊，不是伟囝。我唔是搁较惨，我若是你的查某囝，搁会互人讲咧，伟囝的囝，伟囝的伟囝，伟囝，伟囝。这个都没关系，是一句话，因为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都不一样。是，因为伟囝的人那是很直接、很草根的，对不对？平常人家也是会这样叫我嘞。叫你什么？台湾囝。你是什么囝？我查某囝啊。他们都会说我很瘦啊。较散。呀，三宝，还要营养不良这样，跟他一支地不要紧，查某不要紧。哎呀，有样没？叫小巧玲珑。哎呦，感谢。阿伯你唔好讲德哥，你这种一看唔是德哥诶，是德哥甘蔗。我安尼等了。一扎安尼个水哈。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内容非常的包罗万象，是全部演唱者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对。全部演唱者都是超重的，这也不是你们精心安排的吗？对，都是可能家里都有开猪肉档。我没够，但是呢，把这几位呢凑在一起呢，我还是第一次呢观赏到呢这样子的一个呢类似的节目，你们应该是破天荒。所以这么特别的节目，只有在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我们的欢喜来唱歌节目才可以看得到。所以大家今天
有眼福、有耳福的，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真的，其实这个地球上啊，高矮胖瘦的狼龙舞啦，对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接受自己，爱护自己。那我们的幕后英健康最重雄要哈我们的幕后英雄就是节目总策划是张雄啊，张雄先生。是他在后台，他对听得到大家的掌声哦。呀，所以为了今天哈，我们这几位重量级来，听说我们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前一个月还重新把我们的舞台架设全部都加稳了一点，加多一些钢铁在下面。钢铁。免啦，伊那不是那个相扑哈，是那个日本的相扑手，相扑手，不 OK，会啦，不会啦，OK 的。话不多说，先请第一位登场。可爱的、可爱型的，哎，这一位很特别哦。虽然我们是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但是呢，我们新加坡呢，引以为傲的就是种族和谐。是啊，无论那时候，那马来同胞、印度同胞、华族同胞，这个洋人也好，大家好，隆重是和和气气到顶啊那块。所以今天打头阵，那来欢迎那的这个马来歌手。他今天来哈，就比较特别。他今天没有重量级耶，他今天一来到后台就说，你看，浩，你看我有没有瘦了哈？我瘦很多了哦，哇，一直在照镜子啊。他今天来也没有唱马来歌曲哦，所以他今天来要唱什么样的歌曲呢，大哥？带来一首大家熟悉的《一人一半》。感情未散，掌声鼓励，欢迎亚迪。欢喜来唱歌，所以要一起 Hello 唱 everybody， 哎呦，so cute！一个月在一起，你看三家呢，你看，哇，so skinny！我们亚迪热烈的掌声鼓励，再一次。Come on， clap with me。Come on。一人一半，感情袂散，一人一思久，感情才会久。一欢一悲，感情哪会变？一人一嘴，永远袂分开。这款的人，这款的梦，为怎又像甲今这呢重？为你思恋，对你疼痛，你敢会交心望阮一人？愈想愈乱，愈想愈忙，为着你心茫茫心沉重，面有所想，面有所梦，你敢会当阮是你的人 ？Come on, everybody sing， 一人一半 ，Come on， 感情袂散，一人一思久，感情才会久。Come on,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Wo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here. Happy sing along, everybody. Come on. Hey. Come on. Một人一半，感情袂散，一人一思久，感情才会久。一关一闭，感情哪会变？一人一嘴，永远袂分开。这款的人，这款的梦，为怎又像甲阮这呢重？为你思恋，为你疼痛，你敢会交心望阮一人？愈想愈乱，愈想愈忙，为着你心茫茫心沉重，面有所想，面有所梦。
情才会久。我讲，这款的人，这款的梦，为怎又想甲我这呢重？为你思恋，为你疼痛，你堪会到心望阮一人？愈想愈乱，愈想愈忙，为着你心茫茫心叮当，面有所想，面有所梦，你敢会当作是你的人 ？Are you ready? Come on, everybody! 一人一半，感情月雪，一人一思久，感情才会久。一人一思久，感情才会久。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I love you all. 精神可嘉。 Over to our awesome MC, How and Payphone. Jumpa lagi nanti. See you all. Hello, Auntie. Hi, Pay. 那安迪亚迪亚迪，亚弟，I will. 差真远，伊的名是亚迪。我差一粒差真多好哈。啦，我真的差一粒很开心的。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哇，你看，我哎，他们真的很开心哦。今天下午我们是第一位歌手，你们的热情就给他很多很多太的。好了，谢谢你们 We love the 哦。 energy, we love the energy. 哎，姐姐哥哥，谢谢你们时间哦。Thank you so much. 哇，亚迪 No no very no good。 no 姐姐啊。妹妹。哦呀呀，来，妹妹弟弟哦，哈，你哪有看看到我可以站嘞，你看我可以。哎，慢跳，跳，我可以的。后面还有很多人要站在这边。因为他这几天瘦了，他开心的不得我跟你了。讲啊，我瘦了，你算啊，I wear can 很多 layer 的嘞。哦，你看我啊，can。哇， Yeah, you can. Of course, you can. Thank you. 好 Yeah. 好 Very good 啦。 Payphone also last time I like that, you know, like that. You confirm last time you like that? Yeah, you can ask Marcus no. Only we never grow tall, that's all. 马克是陈建斌啊。 you 挂单波吧和配分啊，我来。对，爸，喂喂，换啦！哇，now you also know what 啦。 Yeah lah, very Very good exercise, no 15 days. Hang on what? 好了吧？他的意思是他唱了15天的华人新年是的节目，所以哎呦黑红坏。You are the most popular Malay artist in Singapore. I tell you. 拍摄了。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support and continue the Ramadan and Hari Raya coming. Yeah? OK， 好。 Very good. 今天我没有吃饭的。今天没有吃饭，我知道。听完的。啊，吃。How long 啊？1 month 呀。 1 month 啦。Today second day, lose already 2 kilo. 哇， No second day 2 kilo, 30 day 30 kilo 啦。别，go. 30 day 你看我呀，低你靠来嘞。应该啦，don't know 咯。At night I eat a lot of chicken, I don't know 啦。 Tak boleh. Sikit-sikit makan ya. OK 啦，OK。点点啊，那你唱华语歌、福建歌，刚才 very good 啦。你会讲福建吗？ Hokkien 啊。Just now Hokkien 吗？你讲cakap sikit 哦 Hokkien。Heng on what？ Hang on what？那你讲华语可以吗？华语。假巴贝，加八倍啊！我假贝。哎，betul tak？我再教你一句咱们啊，你你真水，你真水，我真肥，我真肥，你都不要够到。竟然听得懂，太厉害了！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掌声鼓励，可以出去哈。你要去哪里？一直出去。去回家。哦，等一下有 I got to sing some more. Don't go away, OK？ 你还有一首歌要唱。知道，应该是谢谢 Julie， 你在哪里 ？Julie 买 ticket last minute， 来 Julie。这里。谢谢爱你，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See you later, everybody.
OK，还没有，还没有，还有做什一首么？不够。哦，one One more。 song yeah not enough. OK。呀，因为呢，你转一个圆圈，你转转啊，停，stop 啊呀，因为他绑这个 chick check 绑1个小时，哎呦，所以呀100点钟，所以未使可以唱一条无但是他很厉害了，哦以前他绑完的时候是这么宽，现在已经这么窄了。我知道。刚才没有拍到啊，这边啊，蹬，OK，等， Can tarik sama, can OK， 停 ，stop 啊，people online want to see。 Oi. Online got the size same as you want to buy this one, where to buy ah? 啊，4XL have 5XL。 哇 ，4XL also can 啊。啊。等，you 等哎呦，OK，你们知道我的 secret 了哦。啊，4XL。 4XL. Okay. Then you can with this one you can go 3XL, 2XL, then transit. Can go tailor. 哦，是。 Tailor? You mean tailor? Yeah lah. You mean tailor sweet? No, Tailor. oh tailor sweet balik already. 我背了。 Maybe she's in the house. 好，所以 you 我 don't 们 know. 祝福雅蒂越来越瘦。谢谢你好好。谢谢你。那接下来你要为大家唱什么歌？啊，我要唱那个什么啊，万岁金山重是情。哇，你叻嘅，你叻嘅。 OK 會唔會講廣東話？廣東話，你你哋好唔好？哦，啊， ，Lu bagus ah. น้อง冇帶到講咩？น้อง講係南話度。哦，都講海南話呀。哎，哇哦不帶。 Okay. Never mind. This time I sing Cantonese song for all of you. Yeah. Next time, happy sing along. Can call me again, 阿 inshallah. 呀，有腰嘞你看这个姐姐哈，才来第1次也就唱廣東歌啊這麼。厲害。对啊，怎么了你来第7集了，也没有唱一首廣東歌給大家聽。哎呀，他還會講你哋好冇啊？我是打算準備好第9集要唱啊。你 confirm 嗎？但是我們這個系列只有8集而已，哦，你還敢？所以就沒有辦法，是吧？好，下次有機會我就唱廣東歌給你們聽，好不好？好，好，真的要聽嗎？一言為定哦。哇，我不敢唱呢。好，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雅蒂帶來歌曲好《萬水青山》，總是這。再次掌聲鼓勵歡迎他。 Thank you。 Come on, everybody, clap. Một chiếc trên sông đó chương ngồi, phong ya khắp phong ya kỳ, bát hoàng cô san phong ya hậu tuyên chế. Come on, this side. Một siêu soi trong đó biên hoàn, soi ya chinh yêu tình chỉ soi ai còn quên. Come on, sing together. Mây phá cung phúc trôi sam liu, nhiệt ai màn soi chính san trong sĩ thế. 在山也有天之地，不遠的不遠味，但求有山水共足跡。Woohoo! Come on! Clap! Yeah! And this side, I wanna hear you. Come on! Một chiếc trên sông đó chương ngồi, phong ya khắp phong ya kỳ, bát hoàn cô san phong ya hậu truyền chế. Một siêu soi trong đó biên hoàn, soi ya chính yêu tình chỉ soi ai còn quên. Come on. Mây ba cung phúc trôi sam liu, nhiệt ai màn soi chính sáng trong sĩ thế.
不願的不願命，但求有薪水共作情。One more time, everybody！ 但求有薪水共作情。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Let's give it up for Yati! I love you all! 请大家多多爱他哈，因为呢，可能有些朋友是第一次看Yati呢现场的演唱。是的啊，其实呢，在我们新加坡有很多呢才华横溢的我们的所有的艺人朋友，请大家多多关注喽。Yati唱的好不好？好哦，好，当然了，大家不要忘记哦，拿出你们的手机哦，然后到我们华族文化中心，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 page， 现在就可以把我们 line share 出去了。因为呢，可能今天你有来到现场，可能有一些朋友他真的买不到票，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或是你的朋友在比较远处的地方可以让他们来欣赏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当然还有我们 WeChat 的朋友，对，哇，好多朋友都已经拿出了您的手机了，谢谢你们。那要搜索什么呢？搜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阿摩西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 Center， 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下佩芬的 Facebook 李佩芬，或者是浩浩 Evan Tan， 或者是陈建斌大哥，陈建斌大哥 Marcus， 或者是张雄，我们都有同步的直播。那如果大家最好是找得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 Center， 谢谢找到的朋友帮忙一下，左边右边的朋友大家互相帮忙一下哦。如果你不会的，就问左边的。的哈。如果你真的不会的，你就问右边的。左边、右边都问不到，麻烦问前面后面。OK， 来找一下，找一下，看到好多朋友都掏出了您的宝贵的、珍贵的手机，谢谢大家。那我们来到第7集的节目，有多少朋友是一路从第1集跟随我们到现在呀？如果你7集都有来现场的，请用掌声表示一下。啊，哇，被追嘞！谢谢你们的支持，感谢啊，感谢。因那我们是周日的节目啊，有些朋友呢也特别请假来给我们呢支持，感谢你们。在我们每一个月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其实我们都蛮紧张的，我们都紧张说哇，下一集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一集不知道有没有人，因为在礼拜3的下午，对不对？所以谢谢你们，让我们呢心中的这个担忧都是多余的。对，也要很感谢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人在每个月的拜3都请了1次病假，这样子，非常谢谢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哦。早他们就 apply leave 了，对他们都知道下个月他们会生病，就先请。这个是人家的秘密，秘密不可以讲哈，不可以讲出来。对不起，不是秘密，不是秘密哈，不是秘密的哈。你看我们的摄影机如果呢它镜头面向你们的话，其实就是在拍摄你们，还有我们一些笑脸，所以你们可以对他挥挥手。我们戴口罩的朋友也是哦，其实你们戴口罩还是看到你们有在笑，或者没有在笑哈。不，这阵就来了，1、2、3，咱挥手，一个可以，一个5块哈，stand by。我们从左边扫到右边，右边扫到左边，1、2、3，来5块。好，来，继续哦，还没有哦，继续啊 ，OK， 好，来，谢谢大家。还有我们左边的要吗？左边要扫一下吗？摄影师 ，OK， 左边的哦，来，浩浩，你这个踏入演艺圈当中有没有参加什么歌唱比赛？有啊，有拿过名不？有啊，拿头名不？有啊。是有没买名有不？好像还没有过。哎呦，搞了！你几个人比赛，你拢头名。我都每次都拿冠军呢。哎呦，真搞啊！对，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比赛。刷落来这个歌手伊也是咱朱启麟之一。我跟你讲，这一位不得了了，大家对他可以说熟悉不过了。有没有看到我们台上主持人什么少了一位呀？而且安怎也安排唱这首歌呢？因为我也知影淡薄的历史啦。敢讲有什么心情呀？对，今仔的主题是心内话，所以呢，伊参加这个比赛叫做斗歌竞艺，伊就用这条歌应该有入到大决赛。是哈。但他是那个新加坡的斗歌竞，他是有管弦乐、有现场乐队的。不知道有没有管弦乐，就是很多人的。莫非？但是他的歌名就有点，我就有点问号了。为什么会叫这个歌名呢？
泪的傻瓜不是啊，泪的小花。哦，泪的小花。不知道说他的以前的女朋友叫做小花，还是真的他是傻瓜？唔知咧，但是哦，这条歌对伊来讲呢是真正重要的一首歌。等一下我们再请他自己来现身说法一下哈。好啊，那欢迎我们来建斌大哥带来了歌曲《泪的小花》。他的比赛歌曲。谢谢。这首歌让我拿到第5名。在雨夜里飘落下，黄的花，白的花，带雨的花使我想起了她，就像是含笑的她。为了什么总把头儿垂下，默默地不说一句话，见他泪下，见他不说话，真叫我放不下。在深夜里明月下，有几朵含笑的花，含笑的花使我想起了她，她的笑眼里像彩霞，只有她的笑使我常牵挂，深深的一笑像朵花，见她含笑，见她不说话，真叫我心牵挂。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你们的节奏，让我回到了70年代，一个美好的记忆。只有她的笑使我常牵挂，深深的一笑像朵花，见她含笑，见她不说话，真叫我心牵挂。哇哦！谢谢。不愧是我们的阿哥，不愧是我们的大哥。哥，嗯，到底是小花还是傻瓜？你快跟我们把答案说出来吧。其实这首《泪的小花》是
我可以说是选错歌，哎，因为这个歌不好表现。大决赛的歌应该属于比较大的曲，比如说《明日天涯》。哦，静静听着爱人这种歌呀，它有高亢的，是它有那种比较激情的。那我这个歌就稍微平淡了一点呀。列画面，列画面。哎，这个是这里啊，阿玛加法，这里啊。这位阿姐。这个是蔡琴呀，蔡琴，蔡芙蓉。哎，这个你，来了，这个你，哇，像不像周杰伦？哇，哎，不说没感觉，一说还觉得倒像的。Everyone 哎，P1。哇，你看我穿喇叭裤有没有？喇叭裤。哦，是。哎呦 ，Q， 哎，你几岁，哥哥？22吧。哎，对，当兵没有？啊？当完兵了。当完兵了。你是文工团。对，留长头发呢，那个时候。对啊，这个叫长头发。哦。哎呦，哇，那你拿那个麦做什么？这样久？什么叫做这是长？什么叫做这是长头发？以前那个麦克风有线的。哇，你看那个脸，哎，真的哎，帅到几帅笑。哇，真的有点，还真的有点像杰伦呢。往事不堪回首。哦，这样的脸蛋有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哦？如果你是年轻那个时候的，你会不会倒追建斌大哥？会的话用掌声表示。好好笑哦。好了好了，够了够了。不要，我要继续看。够了。呀，好可爱哦！哎，你22岁就长这么高，就没有再长了哦。Hello。因为我也是哎，我也是。你是6岁就这样了，是不是？营养不够。哦，营养不够，非常的精彩哈。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啊，我们活在当下，什么时候都要用相机记录一下。我跟你讲，这个影片应该是新传媒自己放出来的，是因为没有人有嘛。哦呀，对不对？他们有版权，是他们放出来。那么有一段故事在背后。是，刚才你听我唱，在雨夜里飘落下，对不对？是这个节奏，对不对？对。我下午彩排啊，当年呢是这个节奏。对。晚上比赛，欢迎编号1陈建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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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砰砰，在雨夜里飘落下，我就这样起车了。哇，那怎么会这样啊？忽然间打得很慢呢。对，那个 tempo 跟彩排的完全不一样。可能那一群乐队老师可能白天早上有去演奏的，所以忘记了晚上演奏一样的速度哦。忽然间速度慢了3倍呢。但是我们也不能乱猜测了。那你投诉无门？没有。可是你这样讲也没有人可以证明确实发生的事实状况。因为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他是因为得到第5名，心中有淡薄袂甘愿呢。哎。一准袂歹咧，别人会杀啦。一准第5名哦，一个黑白的森宝电视。哇呀！然后我拿了之后，第2天我就把它卖掉了。为什么？爱累啦？为什么？还可以卖1000块。哇！哎，1000块真大哎。1000块很大哎。乌白的，乌白，我碎碎食的。哦，迄阵1000块，会才食2个月了嘞。那是19寸的。因为一看就生气，把卖掉。哦，森宝看了就生气啊！头名叫什么？头名唔知。合约了，合约。有出唱片吧？哦，出唱片。是。因为窦哥青义当年来讲呢，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歌唱。当时的评判不得了嘞，来自香港的有顾嘉辉，是李小田呢，是音乐家，都是重金礼聘，都是写歌的哈，制作人来的。对，所以在那边比赛哦，给那些评审评的哦，哎，格外真的是很有成就感。所以他们本来我很尊重他们的嘞，是。后来他打我第5名哈，我就改变想法。这话囝啊，这条代志啊，56年前了啊，我常常咧提起啊咧，心内真正无甘愿。头一摆听，迄个话囝咧唱，迄个话囝。话囝唱话囝。
啊，拍谁拍谁，一山还有一山矮。是啊，拍谁，是嘞。哎，你嘛袂使感觉，但是我感觉讲哦，这个累的小花文也是唱甲真好听。若是讲哦，当年哦是恁人来当评判哦，恁人应该会互伊头一名，赞成的拍破鼓励一个。你看，你拥有大家的掌声，对吧？哎呀，这些掌声就是迟来的爱。没有关系，迟来好过没来。要紧啊！我看你这世人是注定啦，你后面参加歌唱比赛吼。后来歌台新力量嘛是拿第二啊。好啦，无冠军的，无冠军的。没有冠军的命。我紧啊，你还有第二咧，第三徛你边啊。我更加可怜，我连身保连买都无通买啊！你敢卖个1000块？哦，朱丽丽第四。啊咯，我唔知要安怎啊。哇，所以后来我就想想，也就睡得着了啊，因为至少我赢浩浩了。大哥，你赢我是应该的，理所当然。因为我比你大几轮嘛，对，我赢也是应该的。OK，我大他3轮呢。没有，他到3轮呐，没有这么多啦。36岁，我大36岁。好，那当然说到这个心里话，其实自己我也是有很多心里话想讲，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里话。是的。所以说兄弟之间很重要，像大哥跟我这样子哈，好像贵人就是他。我在疫情当中哦，在回去台湾休息了快3个月，有一天突然间接了一通电话，好，你还不回来是吧？那个国外的不是嘟嘟，不是是嘟。啊，国外龙，国外的 ，OK， 国外的是嘟，不要有停哦，不要整个是嘟，哦，这个就没有那个吓到哈，大概说结果呢？好，还不回来呀？在做什么啊？我说大哥我在休息呀。还休息呀，3个月了哦，所以我就听到大哥的话，就赶快回来了，做直播，一路就在我们这个疫情当中做了很多的直播，跟着大哥一起，所以贵人这样的兄弟是不是很好的？是的，熬过了这个 COVID-19， 是的，一路相挺哈，做了很多的节目，我也有份有参与其中，那时候我们非常感谢革命情感啊，佩芬啊，大哥啦，我啦，张雄啦，朱丽丽、许琼芳、林如萍啊，我们都在一起啊，是并肩作战。接下来就给你带来这首《我的好兄弟》，一起来欣赏，一起来歌唱，一起来唱，好不好？哎，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可男可女。哎呦，可难哦。很少听建斌唱这首歌哦。如果你刚好有带出你的手机，你们要拿出你们的手机，开你们的小灯灯来一下吧。在你辉煌的时候，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适合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一起来！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哇，谢谢我们楼上的朋友，楼下的朋友，漂亮啊！这首歌让我们刻骨铭心，在最艰难的时候发挥兄弟姐妹之情。是，朋友就是这样子哦，有福同享，没有难，只有好的哈。
，One two three go，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时刻也一起过。哭点累了，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新大爷请各位，祝我们友谊长存。今天如果是你跟你的好朋友来到现场，这首歌曲也送给你们。所有的好兄弟、好姐妹们。节目的继续，马上来欢迎我们下一位特别表演嘉宾。哇哦，今天呢，他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呢，大家呢心里面都会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是的，他很难得在舞台上表演，因为他为什么很少出来表演呢？为什么？因为他甚至很少出门哦，难道她是黄花大闺女？呀，因为他家的门不够大，哦，所以出不了。出一次门要5分钟吗？难道他这么笨，他还是这种开门的吗？如果是他的话，应该要买庙的那种门，编的吧？其实他是一位呢电视艺人呐，也参与过呢很多的电视节目、电影等等，也是我们建明大哥的一位呢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掌声鼓励欢迎 Michelle，欢迎郑丽芬带来的歌曲《小城故事》，欢迎意大利。 Hello， 大家下午好，谢谢斌哥，谢谢豪哥还有芬姐。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是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真理已包括。谈的谈，说的说，小镇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谢谢大家鼓励的掌声。小镇故事多，充满喜和。
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谈一谈，说一说，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谢谢建斌大哥，来，哇，好听欢迎我们吗？的意大利，好听吗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当年他是模仿邓丽君大赛的冠军呢。哇，是的，而且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这位恩人，是这位就是当年的主持人。他介绍我的时候，他就说是接下来的这位参赛者是邓丽君小姐喜欢的一个食物。哎，呀，真的，邓丽君小姐喜欢什么食物？我们还真不知道呢。德卡。就这样，当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笑了。哦，然后我又那时候啊，为了要模仿她，我哪里像，从头到脚都不像。哎我就绑了那个辫子的头发。哎因为它有一个造型，就是很像是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是辫子。然后我就讲穿什么，穷衫又穿不进，穷衫一进就噼里啪啦，一穿上去就是鞭炮了，有裂噼里啪啦啊。那怎么办？然后我就穿了晚礼服。晚礼服。然后那个设计师也很好，他说，不然你就有一个 organza 这样披着，这样慢慢的走出来。哦，是呀，哇，很美的画面哦。哇，这样走出来刚好那个时候是7月呢。哎，哇，观众跑到完了。我真的出来的时候，那缓缓走出来，真的像一粒球嘞。真的呀，观众朋友都笑了。哇，可是音乐一播，我一唱，风儿阵阵吹来。Hello， 哎呦，那个麦也没有了，OK， 来。风儿阵阵吹来，哦，风儿多么可爱。哎呦，哎呦又没了。真的又没了。为什么？没了那怎么办？呀，没有，我一唱，大家静下来，最后掌声。哇，我那时候很感激建明大哥，你懂吗？是。刚开始我很紧张，哈，是咪德卡。哦，你有对。最后他的那个德卡，真的让人家转眼就把我变成一个哇不会派嘞，嘴巴也得卡。我记得那一次是为中华医院筹款的一个义演，我们主办了一个模仿邓丽君大赛，那就是那一次脱颖而出。哇，之后呢，他就一帆风顺哈。是呀，只要他的歌真的，他不是模仿，他一开口就像呀，这个不叫模仿。所以你看之后呢，你看红红火火的，就好像今天你穿的一样，对不对？什么叫德卡？以后叫我们火龙果。哎，对嘞，你懂哈？我在减肥的时候吃最多火龙果了，因为火龙果其实是可以吃的，它不是很甜，不好意思，糖分低。你刚刚说你在什么时候吃很多火龙果？减肥的时候，减肥有减吗？呀，来问大家，你们说我有没有瘦？掌声一下。 OK，Hello， 有你们明天全部给我检查眼睛，近视哈。我们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就知道你有没有瘦。是，你这样站呢？这样站 ，OK。对，你这样看得到你的脚尖吗？哎 ，OK，confirm 看不到，因为我的上面还不错。呀，因为我看不到我的肚子嘞。呀，我看不到肚子，不过有一个已经 stop 住它了。所以真的不错哈，你看，是的，胸有成竹啊，对不对？有容乃大，太好了。OK，那为什么我能了解为什么你说我感觉我还是很大只，跟我名字有关系？哎呀。建明大哥 OK， 比如叫建明大哥叫你浩浩，浩浩，对，浩浩，浩浩 OK，可是你加上丽芬，丽芬 elephant， 哇！观众朋友们，请问有没有看过瘦的 elephant？ 没有，因为我就瘦不下来。好吧，祝你龙年，
一肥还有一肥肥。踹！祝你龙年一粒还有很多粒。踹！所以为了这样啊，我已经跟我自己讲，2024年肥不肥啊，胖不胖不重要，最重要是健康。对，这个最重要健康最。重要的。像这种体型哦，一定没有三高的，一定没有的哦。所以真的没有三高吗？有人矮不过哦，那三高又很高。哎，你一直叫我哇！看不出来呢。哎，那个是重庆啊，你看郑丽芬以前这么瘦哎。哦，不是，是这个是你。重庆啊，那个是重庆。重庆瘦到好像难民这样啊。为什么这样瘦啊？不过他现在有不一样了嘞。所以你看这两个人比起来哦，咱福建人讲一句话，是咪话？一个这么啊瘦，食了米，啊一个哦便宜边就是米食了。哎，那个时候你还 OK 的，还 OK。讲到那时候我是 OK， 你懂哦？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很胖的。不信你问，其实我一个证人在这里，我姑姑，她静悄悄的来，哪一位是姑姑？来第二位一下啊，姑姑啊，一看就真的是你姑姑了，一看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哇，一样的嘛，一样的白灯的，一样白灯的。姑姑也是没有腰啊。姑姑有啦，姑姑有腰，姑姑的腰在这里，你没看到吗？姑姑你的腰好细哦，怎么那么细？每个人哦，从小都说我很胖的，然后做节目单位他就讲找一张你胖的照片，我找好久哎，找不到，最胖就现在了。哇！可是哦，医生啊，在学校的时候每次叫我每个礼拜要去那种 Tough Club 啊运动，每次讲我胖哎，其实我都不看，可能哦到现在他看到我他嫌了，安内不。是我跟你讲没有关系啦。啊，我跟你讲，就刚你刚刚讲的，健康最重要。是健康最重要，肥瘦不要紧，我们都一样的。对，因为到了这个年龄也是没有什么救了哈，就继续这样就好了。有救！我跟你讲，到了这个年龄哦，反而我觉得不要把自己关闭起来，是想做什么就敢做。对，我也是这样。平常时候就出来看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所有的节目、所有的活动来参与。是的。OK， 那讲完了是不是还要再唱一首？是的，因为你都讲了，很难得哦，才可以出来嘞。是那个门哦，真的很小。为了那个门哦，我会自己弄小一点点啊。你放心，为了你要出来，我跟建明大哥两个出钱，把你们家的门敲掉。你们都是我的证人，不是的，他敲掉吧，要装回新的啦。黑我清醒啊！刚刚唱的华语歌曲的《小城故事》是哇，让大家听了也别有一番风味。谢谢。那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接下来，我希望今年我能脱单。脱单就是可以结婚了，找到对象呀，是这样。希望在座的有儿子还没有结婚、没有女朋友的，可以来找我哈。为什么？但是你要记得哦，你如果救了他的脱单之后，你跟他在一起要单脱哦，要单人就要这边脱哦。所以你要注意哦。Hello。Hello。两个都是没有结婚的。哦，那我是不敢碰，因为有嫂子在后面。我也不知道，咖喱我碰了很多浩的粉丝都会讲你是谁啊？那后面都已经了嘞。我们可以假结婚真敛财，假我要娶姑姑哦，但是我真的娶的是你哦。那要问姑丈哦。姑丈有来啊！有姑丈啊 ，sorry， 姑丈，不好意思哈。好 ，OK。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丽芬带来的歌曲《给熬》。哇，好听哦。谢谢。来，再次欢迎意大利的演唱，一起唱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唱。一起唱吗？一起唱，你要进去。我惊一起唱，敢会真正我爱着伊面怎？欢迎。有一日人若老，找无人甲人友好，你若无聊，做人的相听，听恁少年的时阵有功劳，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
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对你对到老，人生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幸福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一人若老，我已经老了，有心故惊你有效。袂歹哦。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热缘投。我啦我，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了了，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哥，人生世事嘛已经看透透，礼拜好。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幸福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掌声。谢谢。Hello，你若对着伊哦，你一定着先走的，我跟你讲。不要紧，我脚底底无安尼抢走。我会当伊做梦走。伊会让我先走，因为伊会举我的泪，搁开去外口去做斗头。安尼本会知咧，看你对啦，安尼本会知讲你咧，找斗头啊安，尼本会知咧，不要紧。啦，你对我，你懂吗？但是伊嘛袂使嫁互你的。啊对，啊袂使啦。让你先走，因为伊会举你的泪，甲你的财产全部开了了。哎呦，放心，我走以前我会先开回了。所以我们再次要谢谢我们郑丽芬，谢谢精彩演唱，谢谢丽芬，谢谢。谢哇，可以说哈，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位演唱家对都是我们的开心果哈。是的，因为我们舞台上的艺人，我们尽量邀请一些大家可能这一阵子或者这几年都比较少见到他，是是吧？就很有新鲜感是，呀。介绍了我们郑丽芬之后呢，当然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也是小芬，刚刚是大芬，现在是小芬了，。对这个分呢，就好像刚才那个丽芬的一只手臂而已哎，啊，她的身材啊，哦，身材，她的腿好像她的脖子一样，是吧？是这样讲吗？啊，好，当然。今天晚上啊，今天下午他也要为大家演唱好听的歌曲，曲名叫做《童年》，掌声鼓励欢迎李佩芬。欢喜来唱歌的朋友，Hello，It's not 啊 Yes， 欢喜来唱歌的朋友，哎，今天是欢喜来唱歌。
起唱，可以吗？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Come on！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啊，就是 pocket 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是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年的童年。这里的朋友，2、3、4，中间的朋友。1、2、3、4，右边的朋友啊，1、2、3、4。等一下，我留一段给你们唱哦。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那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老师，我们给他。有人能够，山里面有没有？大声一点！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你们来，就这么好奇，这么孤单的童年。哦，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盼望长大的童年，多一次好吗？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哦嘿，呜！这首歌好，旋律一下呢，相信呢大家呢都呢会感到呢无比的欢喜啊！老师呢还编了一个呢全新的一个节奏跟旋律。哎，今天我们有没有介绍了我们的键盘手老师啊？那就是我们的 Alvin 老师，谢谢！哇，全场掌声如雷啊！感谢感谢感谢哈！老师音乐造诣非常的高。刚刚呢这首《童年》哎也算是呢心中的一句话，因为呢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哈就活跃于我们的整个娱乐圈、整个歌台圈。那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看你大汉啊，我看你唱歌啊，从小看着我长大这样子，所以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呀，一直到呢这个时段，那非常的开心，有很多的朋友呢，从我还是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就一直呢关注我的整个呢歌唱啊、主持的事业，一直到现在，真的很感激有你们这一班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超级铁粉们，我们的 supporter， 我们的佩芬粉丝团，还有很多我们各大艺人的粉丝团，谢谢谢谢。今天呢，谢谢大家，我们有浩浩粉丝团、建兵粉丝团，还有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粉丝团，大家都齐聚一堂，谢谢大家。希望呢，我们呢永远呢都保持着一颗呢赤子之心，不会忘记自己的一种初衷哈。所以呢，我今天选唱了这首《童年》。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呢，每一次我表演的时候，当然哈，
对我来交代啊，帮忙我嘛是我的妈妈，有这个李妈妈。所以呢，刷落来这首歌嘛是真正有意思的一首歌，啊是吼讲吼这个故事，这个电影戏的这个女主角啊，女主角。撸不出来，女主角呀，她的事业辉煌的时候呀，那也这首应该是我觉得这作词人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在家中的一些家人。所以如果你们有看过《搭错车》这部电影的话，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啦，但是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那就是一首《酒干》呀。等一下，我们一起唱 ，OK？Thank you，Thank you。也谢谢所有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的养育之恩，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退休生活或者是退而不休的生活都能够多姿多彩。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等一下，你们一起唱。虽然你不曾开口说一句话，谁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能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人生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才会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多么熟悉的声音，高姐姐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饭汤不会饱，还有吗？还有没有？没有家哪有你？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到底从来不需要想起，我都会唱哎，永远也不会忘记。酒干，我唱酒干，你们唱汤对不？酒干，大声一点，酒干，哦耶哦耶，酒干，酒干。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合唱，好棒，谢谢。哎，囡仔，无问过老爸去楼卡哈，走去楼卡爱申請permit的呀啊。 ，sorry 囡的，仔人袂使四散去楼卡耍，歹勢。互人掠去。我马路走1樓呢，因為我的鞋真貴，爬袂起。sorry 啊， OK，莫互我 red card 啦，sorry 啊，下不為例吼，我登去了。起来起来， OK， 就沒了啊！查某囝老爸沒了吼，yellow card 了。所以刚才其实他下去也是对的哈，他比较接近，然后大家一起，这个叫打成一片呀。你们有没有打他？用歌声来打他，对不对？诶，欢喜大家唱啊！啊，我听袂到因人的声，我还是个人拄去，啊，因人就有声了。哦，你是臭语人啊，听不到。OK， 接下来这位呢？哎呦，不得了这个了！歌手呢，其实他是一个对他的疾病对抗的一个勇士。他是一个生命斗士，对，对，他虽然身上有一些这个痛苦的地方，但是他爱唱歌，他热爱唱歌，所以他坚持在舞台上。是啊，是啊，他也是我们呢大家呢都非常尊敬的一位呢福建歌王。带来第一首歌《夜空》，掌声欢迎！欢迎庄清玉。忘了吧，再想他又有什么用？爱不是烦恼多一重，爱不是有始无终，来匆匆，没想到去也匆匆。昨夜梦，却见你含情笑容。漫长夜空，星月无踪，夜空之下只有我在回想着往事如云烟。忘了吧，还是把希望托夜空。他们谁啊？谢谢，谢谢。忘了吧，再想他又有什么用？爱不是烦恼多一重，爱不是有始无终，来匆匆，没想到去也匆匆。昨夜梦，却见你含情笑容。漫长夜空，星月无踪，夜空之下只有我在回想着往事如云烟。忘了吧，还是把希望托夜空。
事如云烟，忘了吧，还是把希望托夜空。夜空。阿兄哎，哎，阿妹这首歌好听。我听安哥的，哎，你叫爱去，你叫爱去，哎爱去安哥爱使，啊，这证明伊生我会去啊。应该爱使。这条歌我嘛是识，啊，但是我唔是安尼唱的，哦，你安怎唱我？是唱福建版的。哦，福建版。你唔通空空，我是恁阿公。有影，你爱使做阿你公。袂着较早交代，当我会使出来唱安尼款的版本嘛？你潮州人也是？你嘿，经济无人打潮州话呢。嘿，来啊，那个方言节啊目有潮州朋友无？哦，在座啊。哎，我是上强潮州人唱福建歌。哎伊也问我潮州歌你会晓袂？袂晓。哎呀，啊，祝你叫生日。会晓啊？啊，袂晓。哎呀，你会晓？早暝我有在梦。哦，这个我知。白潮章，老高卡床呢红红，一张白了，过一张白了，我这家红。客人啊，客人唱潮州歌，你潮州人袂使漏开吗？我袂使。袂使漏伊开。家会声会使，因为踮落注意尻川的。尻川呢红红。潮州人嘛卡床。有呀，应该有七十路，啊？应该有七十路这。该七十，对。八十爱来咯。啊，又美哈！人生有几多个10年啊，呀？真的很快的是，10年，这个一下就过了哈。所以可能下一回我主持的时候就是80岁了。哦，啊，到时是我们跟你主持，因为你是80大寿，哎那个大日子啊，呀，对对来搞你借问去庄清玉先生，哎您今年贵庚？我今年55，有这样小吗？已经是很诚实了。哎，扣掉我这个holiday 8个礼拜，剩45。这个啊，会长啊，你个意思是伊个面袂像55岁啊？啊，不是，他不是不像，哦，是非常像。我觉得他的脸很像我爸爸。你个阿爸是安尼大只个。你叫伊叫了阿公，我娘爸了伊叫我物个？金銮啊，金銮，哎，关系金銮。咱三个真乱哩。真乱啊！今天哦，那个这个主题是新来的话啦，啊，你新来有什么心对啊？里的话，就是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完成的，哦，想要完成。今日嘅主题是安尼世界咩？哈！甲头先我唱童年咧，是想要安怎回到时光隧道？老大是啦，唔是安尼大概啦。你安尼反问我，无啥物感觉咧徛做阵。无啦，无影啦，是讲新来有新心话，声了，大家心声，心里想说的话，心里想说的话，可以说吗？啊，可以啊。就希望那我就敢说了哈。无马达哦。不，我马达啦，但是有真侪开门了呢。还有很多政府人呀，其实住在政府主屋的，哈。啊，大米街。啊，政府主弄政府人，你敢若话真侪，无你打的。伊主持嘛，我你是你爱我打用潮州打会使无？潮州我袂使方言节目啦。哦，方言节目我用福建打啦。 OK，使福建。福建，哦，其实我生了是真太高啦，不是眼雕的那一种，不好看的那一种。所以我妈妈每次告诉我，你啊，个命啊，敢若倒霉哦，安尼歹睇，穿衫都无穿较硬淡薄。你唱歌，莫点点去甲你个唱来唱去，点点去烂掉，但可能当都无歌。其实吼，无人了解歌星的心声。歌星去甲大咖，
有时不是什么乐队都可以随心去唱自己想要唱的歌，因为我是一个要求上台要做到完美的哦，上去我就不容许自己出错误，哇要做到最美最好。专业专业，哇，没有，不是专业，是对得起，这份薪水，对得起这份薪水，对得起啊，歌台艺人这4个字。哎呦哇，这句哇重严重啊重，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嗯，我也尽量的在改变我自己。哎，这几天我跟妈妈拿了一点点钱去，然后去把牙齿弄白了。哦要不然牙齿很黑很难看。哦，这些都是为了舞台，是，所以值得你们给我掌声鼓励。你不要整天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啊，你比我更你难看吗？能够7月出来唱歌，就证明你还可以了。你是说7月比较适合我唱呢？我们都适合。哦，其实今天这个节目，老实讲，我是今天第一次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张雄现在才叫我来，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做了几期了，我也不7集了7集了，6个月了，6个月了，我今天才来这里，哦，有，你们觉得可惜吗？没有，你不要错怪张兄，他有跟我讲，他这6个月都有原来是他不要我来的哦。不是啊，不是，他张雄这6个月都有在观察你的情况，哦，说你应该还可以，哦，所以第7个月才叫你来。哦，他是在看我还有气，让我先唱。爱莫听的哎，爱莫听的哎。啊，对，对，我也很荣幸能够身为歌台的一份子，唱歌给所有新加坡很多的安哥安弟、阿公阿妈、大哥大姐来 support 我们，来歌台真早来到到占位，坐调听我人唱歌，听我人讲笑，创恁人的生活更加 happy， 更加欢喜。所以你们也是我们的推动力。是哦，谢谢。不过我心里还是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我到今天才来。有通来就好了。我本来是无通来的。大家问是一摆，大家一摆。啊，你要来是吗？啊，你真的很喜欢来这边。你是要送我去啊？没有，不是，我们这里还少一个保安的一个，你可以天天来啊。伊是爱来唱歌啦。哦，对，唱歌。你刚才讲的话当中有听到2个字愿望啊，像这种人就应该讲愿望，对吗？因为你也知道哈，我是在喜盛的，千万不要上来啊，不要上来给红包，这里不可以给红包啊。我是喜盛的，我当然有愿望，我的愿望很简单。怎么样？第一个愿望我实现了，我开过人生的第5次演唱会。哇，5次嘞！这5次里面呢，很多人帮忙我，大哥也帮过我，佩芬也帮过我，歌台的老大哥老大姐也帮过我。我这里衷心的说声谢谢，对我的这些家人讲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不客气。第2个愿望就是当我不在的时候，那把声音还有人能够听得到，就是专辑。我7、8年前想要做的专辑，到今天做不到啊，因为那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决定放弃了啊。你人若想爱听我的歌，记得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你做咩？我唱给人听。天哪 ，YouTube 滴滴就有你的歌出来了。YouTube 就有人翕吗？有。大家翕相拢翕查某，无咧翕查甫。有啦，你这直播我们都会留起来啊。其实我觉得，在你身边有一个人很重要，就是你的妈妈。是啊。对，她不断给你鼓励。是啊。陪伴你。对啊。让你度过这个。所以我唱到今天，我还没办法退休啊。因为谁笑的？因为为什么？笑得那么可爱，这55岁退休，你觉得很可爱啊？真，其实我前1年就想退休了，因为在唱的时候
在唱的时候那个吃力啊。对那个气，我们要运气上来的时候，我的整身是好像抽筋这样的痛。所以我就忍着这个痛，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唱到今天。所以呢，我想退休，我要过我妈妈那一关。好，那你就唱一首妈妈的歌。哎，对，也算是呢，给妈妈最大的一份大礼，好不好？哎，对，感谢也要她送给我们在场所有的妈妈哈，身体健康。当然，爸爸也是身体健康哈。所有的爸爸哦，卖生气，卖讲保护老母呢，老爸嘛有。哎，妈妈，妈妈，我们庄庆玉大哥用心为您诠释演唱，鼓励鼓励。是啊，谢谢。一条线，用心计较甲阮车，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这人做好行。这呢大，受尽风霜，往家拖磨，阮叫一声一声妈妈，伟大才是你的名。妈妈，伟大就是你的名。谢谢大家。一条线，用心计较甲阮车，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这人做好行。风霜往家拖磨，阮叫一声一声妈妈，伟大才是你的名。谢谢我们的艾文老师 ，Thank you。啥人为阮牺牲这呢大，受尽风霜，往家拖。一声一声妈妈，伟大才是你的名。掌声鼓励。谢谢青玉带来这么感人的一首谢谢妈妈。好 ，OK， 妈妈是这么多年，你不要跟我讲这是你呀、这是我哇，。你长得很像迈克杰森哎，这是你哦。对呀、哇，你年轻的时候是个年轻的摇滚小伙子，哎，很帅哎。谁真的年轻的时候不帅，对不对？是谁年轻不帅啊？哈，对，真的，虽然是只是看一点点而已，但是哇，我觉得这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的，真的是。那 hand down 接下来 hand down 这一位呢，
也是从出道就帅到现在。哎，真的真的，那也得到很多我们新加坡好朋友们的这个支持，所以接着下来呢，他特别选唱了这一首歌，因为他说在新加坡可以算是他的第二个家乡，第二个家他。的故乡在哪里呢？他的故乡在哪里呢？以台湾呐以，宝岛台湾，故所以乡他有2个家啦，一个是家，一个是故乡。来，掌声欢迎浩浩。谢谢大哥，谢谢佩芬，全场朋友，掌声加尖叫声。有几间厝用砖仔块，看起来普通普通，时常出现我的梦中。等一下。等，停！这时间还好，我们是有现场 live。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老伟？看错了，弹错了，你弹错哈，你要承认哦。再讲一次，你怎么了 OK， 麻烦刚刚那一段请剪掉，要不然大家会知道我们老师不好意思了。来，再来给我们老师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一下，艾文老师。有几间厝用砖仔块，看起来普通普通，时常出现我的梦中，伊就是我的故乡。大一群人真正善良，面上拢带着笑容。安分守己，事拢共相，伊就是我的故乡。暗时啊，庙口听大人放风，一讲字，本时代伊上解用，伊步唱着望春风，伊就是我的故乡。在我的打拼，奋斗人生中，伊就是鼓励我最大的力量。有几间厝用砖仔块，看起来普通普通，总有一日我的成功。最后一台来的，如果你会唱，跟我一起哦。有几间厝用砖仔块，看起来普通普通，时常出现我的梦中，伊就是我的故乡。大一群人真正善良，面上拢带着笑容，安分守己，事拢共相，伊就是我的故乡。暗时啊，庙口听大人放风，一讲字，本时代伊上解用，伊步唱着望春风。是我的故乡，想起着可爱的故乡，予我一
来我会打拼，奋斗人生中，伊就是鼓励我最大的力量。有几间厝用砖仔框，看起来普通普通，总有一日我会成功。 送给大家哇！其实，在很多的场合演出，其实这首歌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好久不见的歌曲，对不对？哇，大家听了是不是有一番风味，有这种回味的感觉？有的话，请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表示一下，谢谢。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2首歌，都是闽南语歌曲啊，他都有讲啊，对不咯？大家看到我台湾囝有无？啊，台湾囝就唱台湾歌会较好听啊，迄个。 新加坡人讲的，讲迄个味素会较好啦。按怎迄个味素会较好呢？按那不一定爱味素，那不爱放盐甲醋嘞。啊，所以这就是每一个方言哈所说的呈现出来的意味啊，跟这个方式不一样哈。啊，今嘛，咱来听这首歌，这个味素啊个醋啊个糖啊个盐，拢放了嘟嘟啊好安尼。好，阿弟，如果你会唱的话，请跟我一起大声来唱，带来这首歌曲。 爱情恰恰，哦，很多人会唱，是不是？如果你会唱的话，待会要换你们唱哦。OK， 要 key 要对了哦，哈，来哦，双手借给我，嘿，繁华的夜都市。 是，迷人的音乐又响起，因阮想着你，爱情的恰恰袂当放袂记，心爱的伫倒位？换你们唱，想要甲你，嘿，好厉害哦！啊，啉落去，啉落去，唔通流开。 跳落去，大家欢喜，唱含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糖甲甜甜，可惜身边的人。换你们唱。请给自己热烈的掌声鼓励，尖叫声。 谢谢楼上的朋友，嘿，恰恰恰恰恰恰，繁华的夜都市，灯光闪闪是，迷人的音乐又响起，因阮想着你。 会伫倒位？嘿，好厉害哦！啊，啉落去，啉落去，唔通流开，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唱含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 就身边的人，是不是你？来哦，2.0版的拍手又要来了，得 1 2 3 go， 好厉害！换一下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换
快一点哦，左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哇，太厉害了！全场朋友，哎，一起来，哎，想要甲你，想要甲你，啊，唔知你是，唔知你是，啊，啉落去，啉落去，唔通流开，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像捧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糖甘蜜甜，可惜身边的人。给自己个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嘿，哦，嘿，哇哦，大家真的太厉害了，真的，大家唱，这个才是大家唱，是对不对？哎，刚我去后台哦，哎，怎么了？发生一件大代志，什么代志？配分的老母无欢喜，啊，安怎无欢喜？讲我人点点笑伊三比八呢。啊，我看伊吼，互配分食一粒什么大力金刚丸嘞，哦，伊身材说变去嘞，规个捧起来吗？哎，请伊出来看卖哦。哎，这一款，哦，好好好，哎，哇哇！我也是可以练的 ，OK。你老母是到底有你食什么物件变到这？嘿嘿，来来来，有肉，无啊，全场啊，我上无肉。你的溜你腹肌会使帮无？袂使摸，会使看，袂使摸。啊，摸叫 see no that no see， 哇 see and that pay money，哦，哇塞！美吗？哟，哎，哇胸肌是真的胸肌，腹肌是腹肌嘞。这个6粒吼，哦，我看6粒。 6粒有无？6哇粒，无啊安尼 尼，我安尼看无6粒，是看到8粒。哇， 6粒一根来来来，拿的比一下，比一下。老师一点 music。 music 给他。爸爸的水龙妹，老师看我安尼看，伊煞惊到。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爸的水龙妹，嘣嘣。这种人传回去应该叫拍个忝啊。因为我 Facebook 直播袂使录啊，一拍这个红飞鸿的。哇！诶，老诶，你还搁咧困？有沙啦，都已经沙啦了，今麦搁沙啦哈。哎，拍红飞鸿，这要为3点开始到这道时，你未醒哈？红飞鸿就红飞鸿，我嘛是会使。来，好，来，噔噔噔噔，好，好，好，那啊，谢谢，Hello，啊，你唔是免拍一个武功的安尼，谢谢。无练武功者。会使了，哦因为这8粒啊，马路会使打韩5分钟哦，你尔。你请安，咱会着消风了。你请安尼吼，你才会使请刷落来这位歌手出场。白论我白论跟你讲，哇，这粒够力。你若看到后一位，我看到你真正小巫见大巫啊！啊，我只看过小屋啊，我已经尽量了嘞。哦，下一位呀这位才是真正有练哟，过的。我跟你讲啊，你这道莫讲6粒啊，60粒本无伊一粒大。但是伊大了真古锥哦，啊大了真可爱哦，佫会使做哦各大品牌的这种哦代言人啊，哇，这个呢网红啊，所有呢这个化妆品啦，到服饰品啦，到什么样的你想得到的哦，他都可以呢来经由他代言之后，或者经由他呢一波的宣传之后，哇，畅销率一定是是第一名的。那我们在最近，如果你有看到我们网络的话，有看到有一部戏叫做《流星公园》，哇，她就是里面的女主角山菜小姐，哦我还真的没看过这部戏呢。男主角就在你旁边。你呀，我是 F4的，你是侏罗纪公园还是流星公园？言承旭。好，那我自己演了之后都吐了3天，他是言承旭啊。哦对，因为国防没有空叫我演了。
不要笑到这样大声，偷笑就好，小姐那。啊，我很好奇，其他3个 F 是谁呀？都是我都是他。换衣服出来又另外一个。好，所以我们大家也回去可以搜寻一下哈。然后流呢再往星公园流。行公园，还有我们的 TikTok 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这位精彩的表演啊。来，带来第一首歌是《巧合》，掌声欢迎林西西。来嘞，大家下午好。哇！哦，不够我来呀，这个。哇！还有收起，快闹鬼，快闹。绕回进来的。这个。小盒送给大家。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遇在一起，相聚只一刻。我看你，你看我，相对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忘了我。哈啦，大家下午好。哇，后面有歌词嘛？有嘞哦。如果我唱错啊，你们就跟着我唱就好，不要看后面 ，OK？ 我们一起唱一下 ，OK？ 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聚在一起，相聚只一刻。我看你，你看我，相对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忘了我。还有，哈哈哈哈哈！哈西米，哈西米。刚刚你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大哎，不是啦，不是，这叫壮观哦，啊，壮观。壮观你。知道吗？后面的朋友，我跟你讲，他们没有看过这样清楚的。我这个是 zoom in、zoom in 再 zoom in 的那种 DV，你懂哇，吗？真的呢，而且看到你，我们都不用像我们看手机啊，都不用弄宽了，不用这样再加大。没有错，我跟你讲，后面的朋友突然间觉得哇，那个 vision 很清晰啊，有没有？对对对，有啊，你看哇，大家都哇，最后一排还真的比耶，赞哦。对，要看配分还要用望远镜啊，是你就不用了啊。是配分还要 zoom in， 我不用，我都有 auto zoom function 的。您是所以从小就这样这么可爱。从小就是比其他的朋友都圆，然后就慢慢圆，更圆再圆更圆，好这样圆哦，像新加坡国家填土这样了哈。不是，喂，我刚才在后台，我看到配分，哎，我看他路过，我就跟他讲，哎呦，你穿到这样，我还感觉你很苗条嘞。啊因为如果是我穿，你们应该走不过去的，是很挤啊对。你看到配分会不会感觉哎，有一个牙签自己会走路？牙签。哎呦，不是他穿这样，他身材还很姣好哎，是哦，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可爱啦哈。当然，我们西西的可爱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她一走出来，大家都觉得她很可爱。可爱的话，请掌声鼓励给西西。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我们新加坡的肥肥啊，冷殿侠哈没，有是错，这个是一个喜感的人物，他演喜剧，
最好，嗯拍很多短片，是来带给欢乐，带给大家。是，我觉得开心就是要开心过每一天嘛，对对不对？而且每次看到他的 TikTok 也好啦，看他的 Facebook 啊，哇，他做几个动作就很可爱，连吃饭呢，坐在那个饭桌上面就做几个动作，好 Q 啊你！不是，我每次跟人家说我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哎可，是没有人相信我。真的吗？是所以你私底下是很严肃的。我私底下就是很正常啊，就是也没有说刻意去搞笑还是怎么样。哦但是大家就觉得我的动作做起来很滑稽，很像如果你们跳恰恰，哇，大家就觉得对漂亮，但我跳起来大家就觉得哦好笑。会吗，老师？请来一个恰恰哎，啊，现说现演现骂。我们要瞬间马上是不是 Q 好来恰恰，是不是？恰恰，恰恰不，要放到tango 啊！听歌我不可以了哈。再快一点，快！快！ OK， 来，你们先 demo 一下 normal 的恰恰。啊，normal 的恰恰。 OK， 换我了啊，Go！哎呦，还转圈，还真的比较滚动式一点哦。哇，哦，哎呀，还有真可爱！哎呀，这明明就是国标舞皇后嘛，就不可以了，因为很喘了。OK， 老师谢谢。可爱吗？哇很喘呐。 ，OK， 好，谢谢大家，很喘了，因为下一首歌的国大用到完了。这样快啊哎呦，金大月 already。 OK，you want to sit down？哦，Can I？ 这个我一看到这个西西，我就觉得他其实他不用走路的，怎么样？啊，不用走路。他可以用滚的。不是，我每次跟人家讲，我滚的其实是很快，但是我前面要有一个人 stop 我，哦，不然我会直接滚到马来西亚去。但是没有人敢 stop 你，因为 stop 你应该会把你压扁，所以他不敢 stop 你。也是这样讲，没有错。对，所以还是让你滚下去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流行公园，对不对？哎哇，两位为什么可以连拍这个偶像爱情剧哦，可以拍到这样子？哦，真的很像情侣嘞。好像情侣吗？哦我觉得比较像，就是阿公带孙女出门，你自己讲有。吗？你不觉得现在流行爷孙恋吗？耶！我觉得我跟你非常配，因为男的帅，女的可爱。哇，赞成的请掌声鼓励一下。好，马上举行婚礼。不是啦，不要这么快。千万不要，刚刚已经凑了我跟郑丽芬一对了，不要再有第二对。哦，你被拿走了。我拿走了。哎，这么可惜。莫非你也想拿？没关系啊，我有兵哥。对呀，你看人家的眼光就是不一样。哦因为我不可以看太高，我只能郑丽看这边。芬还嫌我老的，不是，他还觉得我刚刚好。哦对，嘟嘟后。好，OK，真的是不怎么样一样的哦。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那种我们下一 package 期应该就可以举行结婚典礼了哈。啊，我们一起咯，出去这样 double dating 这样。好我。们今天是大家唱，你有没有一首歌可以大家唱的？哎，我觉得刚才我听你们唱你那个爱情恰恰是不是？是，哇，我在后面跳了很起劲儿。我真的吗？是，然后我听大家唱的很开心。我觉得另外这首歌哈，我带来的是一首英文歌曲啊，大家不需要一起唱，如果会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如果不会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哦，所以这到底要不要人家唱？你要这个叫做 sing along together。哦，随便大家了哈。对，大家喜欢会唱就可以一起唱，不会唱的朋友不会被 left out。啊，但是我跟你讲，不会唱的朋友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字幕，是，其实这个字幕刚才我在后台我看的时候，我有吓到。有压力，对不对？对，因为我怕我每次都是出了名的自己填词高手。是。所以啊，我也没记呐。刚刚丽芬也是这样子。对，我也没记，不担心所以我不担心我刚才有点压力。大家都会唱的，你可以看大家的嘴型啊，看到唱哪一句你就可以。是 OK， 没关系。如果真的忘记，我就这样子。哎呦，我跟你们讲了嘞，等一下我这样你们就知道我忘记歌词了。所以你们的嘴巴是我们西西的提词机呀，哈，是嘴巴要记得张开一点，哪一句啊？没错啊。不过等一下带来这首歌哈，嗯是叫沙啦啦。沙啦啦，啊，你看哇啊，有没有哇？林西西唱沙啦啦，哇，真的是是他们。，然后等一下沙啦啦很简单嘛，只要我说 My heart goes 沙啦啦啦啦，哎，没有错，大家就帮我拍手就可以了。爱三下哈，三下啊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我爱你。哦，我还会三下代表没有啦 XL。
现在改了，哎，改了，三下是兴旺法的。兴旺哦，可以啦，也可以，也可以。兴旺还另外3下就是中头奖。哦，丢头标啊，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大家卖力一点，帮我掌声，就是拍一拍手，好不好？好，我们再试一次哈。My heart goes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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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Very good。哇，哎，小心，小心，小心！哇，蹦蹦蹦，姐姐差点要跌倒。哦啦，人家本来差一点要跌倒，没有人看到的。好，但要下楼梯的朋友，放慢您的脚步，不用急哈。OK， 不急不急。好了，所以这首沙啦啦带给大家。好，欢迎西西，谢谢，来大家跟我一起沙啦啦。There's a boy in my mind and he knows I'm thinking of him. On my way through the day and the night, the star shines above me. He's been gone for some time, but I know I truly love him. And I'm singing the song, hoping he'll be back when he hears it. 大家来了 My heart goes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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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morning. 好，再来一次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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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sunshine. 多一次喽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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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evening. Oh,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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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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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just for you. 好，来，嘿，很好哦，很好哦，差不多喽。If your love's gone away just like mine, you feel like crying. Sing along, maybe once, maybe twice. Let's try it together. Some sweet days, no one know he'll return, and you'll be happy. Shout it sweet in the song. Listen to your heart and it's singing. 大家一起来 My heart goes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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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morning.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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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sunshine. 多一次，大声一点哦。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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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evening. Oh,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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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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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just for you. 多一次 My heart goes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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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morning. 很好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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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sunshine. 大家一起来了，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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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evening. Oh,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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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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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just for you. Woo! 非常棒，各位，非常好，谢谢大家。我们再给西西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哦，要劈腿吗？啊，没有劈腿，劈腿肚子可以这样啊，因为如果劈腿的话，我怕你们做 closing 的时候，我还在这边。好，我们再次谢谢西西，谢谢谢大家，我们有缘再见，拜拜。谢谢西西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今天还欢喜吗？有开心吗？喜不喜欢今天的节目？好，有开心。那么下一次这个演出的票买了没有？哇，谢谢。如果还没有买的话，哎，还有没有票？还有没有票？我不知道，要问主办当局。那你们要注意哦，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开票的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你们就没有办法登入然后锁票。我们等一下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对所以大家可以留在位置上哦。那下一场演出是4月24号下午3点，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表演厅，也就是这里啊。是，那我们4月的欢喜来唱歌是在我们4月24，我们来看看到时候的表演嘉宾有
谁？请看。除了我们3位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金嗓歌后佩莎，我们的广东歌后关雪儿，以及林英、夏慧，还有谢胜之。哇，每个都是唱将中的唱将哦，是评审阵容中的强大评审哦也要呼吁大家，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到我们华族文化中心2楼的展厅去免费参观新加坡华人探索本土华族文化常设展。那展览每天都是开放的，欢迎各位前去参观，了解更多本土华族文化的是的详情。哦，你看你们搭电梯的时候看到他有写一个新加坡人呀，这个是2楼。那其实今天我们呢欢喜来唱歌的节目呢，谢谢大家给我们非常好的这个反馈。那很简单，等一下稍后呢，工作人员会给大家3支 ice cream stick，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一个小忙，给我们一个 feedback， 好不好？那3支 ice cream stick 要怎么用，怎么做呢？第一支 ice cream stick， 请跟我们讲你的年龄哈，你是什么年龄就把 ice cream stick 呢放在这个各属的个别的箱子当中。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的是，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有2个盒子，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就放 yes， 不是第一次来的就放 no。好，那第3个问题关系到我们节目的你是一匹马是吗？节目的能不能够有更多来演出的机会咯？5个小盒子，这边1个拇指呢代表1个 good。5个大拇指代表5个 good， 希望各位老板娘、安哥、安弟帮忙哈，帮我们全部放在5个大拇指 good，OK 如果你们真的不会放的话，不知道怎么放的话，你放心，我们等一下我们3位出去会把其他的把它封起来，留第5个。OK， 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信息。是好，为了让大家呢能够更快收到我们节目的第1手消息，那我们也特别为大家成立了欢喜俱乐部。这个是新的哦。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只需要在门口的柜台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成为欢喜俱乐部的成员。大家现在就可以马上行动了。是，那我们要温馨的提醒大家，这个欢喜俱乐部的 WhatsApp群组呢，只会发布消息跟我们呢最新的图片。我们主办单位呢是绝对不会拨打电话给你，跟你要求呢个人的信息，所以大家要注意哦。是，那重要的是交代好了，节目也差不多到我们的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大家要来选1首歌，要来大合唱喽，好不好？来，这一首大合唱的歌就是《流水年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也来了，呜呼！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有几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夜儿也朦胧。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又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为何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步里在小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路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李佩芬，谢谢特别表演嘉宾 Michelle，谢谢还有艾文老师。我们下一场演出不见不散。线上4月的朋友，Thank you。 24号，4月24号再见。期待再相会，拜拜。